来看，针对今年大学学测国文的题目，华冈的廖一林、陈聪明教授是表示讲哦，今年的题目有关系到外表族群性别相当的多元，嘛是真趣味。伊认为题目是出甲真活。为观察心灵去思考人生，敢嘛爱需要康胖。今年国文作文第2题争议题，互真侪考生想到辛苦读册日子甲压力，需要休喘。甚至有的学生就会提到说，在上课漫长的上课时间里面，中间50分上课，然后下课的那10分钟，他们都觉得那是一个缝隙，他们可以喘一口气，跟同学聊聊天。国文作文外卷的调职人陈聪明教授根据4月3000份的考卷来指出，争议题一直在高中教学是真重要，学生真熬写。另外，第1题资讯题是爱解读标签的概念，嘛说明家己的看法。这几年高中多元训练的影响，学生会去思辨，外表族群到性别拢有，是真多元趣味。男同学自己要搬一个便当箱，女同学呢2个人一起搬一个便当箱。他说：“老师总以为男生力气比女生大，这样子的刻板印象也是有问题的。”愿意透过个人生活议题去思考生命的处境，陈教授讲是素养命题一个重要的方向。学生无容易去死背物件，就会当去考场。即马155位来自全国的大学教授咧外卷，已经来到最后阶段。到时阵会甲所有科目成绩伫2月27来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